手拿着刀，啊对呀，这个小兔子的包，脑袋看老脸在头，要什么？对，弄出来家了，多了嘛。去他们培养到内地，来到什么？好像啥样的？跑到哪里去的离去？谁也聪明要靠谱，要被吗？那你照样弄，这怎么样？这怎么样？我的吃啰嗦，买了狗狗吃到了猫，你的 hello， 你把你的吃到底，是我大屁呀，好事在地，为了钱不能当，我也不打气，我想有你让不放弃，那在大山朝你，可把老大拉出个小飞机，听他那个话不出气，不知道你要不要别的那些弄。阿明。小兔子的包，脑袋看老脸在跑，找飞机，哦，你也知道，主人要出那个大路。